喂，屏幕前嘅爸媽留意啦 ，Uncle Wong 今日要同大家講個超重要嘅嘢。趁呢個微量元素對發育中嘅小朋友真係好關鍵，大家千祈唔好走開。等我講埋3大重點，尤其第3點，好多人都忽略咗。第1點，腎係小朋友長高強壯嘅好幫手。細路仔成日跳跳紮，骨骼同肌肉都係發育緊，而親就參與好多酶嘅合成，幫助蛋白質同核酸代謝。如果缺腎，小朋友身高體重好易追唔上同齡人。成日俾人話細粒就唔好啦，所以想小朋友長得健健康康，絕對唔可以少。第2點，先可以幫小朋友抵擋病痛。細路仔免疫力未夠強，成日容易感冒、肚痛，其實充足嘅先可以撐起免疫細胞，等佢哋好好發揮作用，抵抗細菌同病毒。有咗 SEN 呢個保護罩，小朋友少生病，爸媽都少擔心。呢點真係好實用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千祈唔好關視頻啊！第3點先至係重中之重，身仲關乎小朋友嘅食慾。好多爸媽成日嘈小朋友唔肯食飯，其實可能係缺腎搞嘅鬼。缺腎會令味覺減退，食乜都冇滋味。相反，腎夠嘅話，小朋友食得香，吸收好，營養先至夠全面，成個發育先至順暢。呢點真係好多家長忽略，所以一定要記低。好啦，3大重點講完，記得俾小朋友多啲補身啊！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 like 同 share。下次 Uncle Wong 仲有更多健康嘢同大家分享，下集見。